大家好，我係 ESG Connect Program 嘅負責人，我叫 Kitlam。又到咗你知道唔知道 ESG 冷知識，你我都要識。今日咧嘅 ESG 冷知識咧係由 ESG 生態圈裏面其中一個 event organizer 提供㗎。要分享嘅題目咧就係關於咧搞一個大型嘅活動嘅時候，要做一個社會嘅許可，同埋要做一個碳足跡嘅管理。究竟做開 event 咧，搞會議展覽咧，要點樣去得到一個社會嘅許可咧，同埋點樣去攞到一個碳足跡嘅管理咧？聽落去好似好複雜喎，不如我哋一齊盡心了解一下。喺香港呢個人多車多乜嘢都多嘅國際大都會城市裏面，我哋幾乎每一日咧都能夠揾到一啲大型嘅活動嘅發生，當中咧有唔少都係嚟自世界各地嘅參展商啦，嚟做一啲會議展覽啦，甚至乎一啲交流啦，有啲巡迴嘅表演，一啲娛樂嘅產業，亦都有一啲係涉及一啲頒獎嘅典禮啦，甚至乎一啲商務交流嘅活動。但係呢啲活動裏面，其實有幾多係做到得到社會嘅許可，同埋有做到碳足跡管理嘅咧？呢啲大型嘅活動咧，為我哋香港帶嚟咗龐大嘅經濟同社會效益。與此同時咧，亦都產生咗好多咧社會同環境相關嘅議題，當中咧包括一啲噪音啦、交通啦、廢棄物啦，同埋溫室氣體嘅排放問題㗎。咁到底乜嘢係社會許可咧？社會許可咧，英文叫做 social license， 而社會許可咧，其實就係嚟自一啲居民啦、參與者啦、一啲利益相關者，我哋要得到佢嘅信任，衡量一啲指標，當中包括咧一啲社會嘅支持度，我哋可以透過咧問卷同埋咧去收集㗎。另外咧，我哋咧就要得到一啲投訴率嘅資訊，有冇人咧去投訴一啲噪音啊、交通嘅問題咧？另外咧，呢個活動為本地咧帶嚟嘅經濟收益啦，同埋咧活動之後嘅環境反饋嘅。早期嘅溝通啦、回應嘅機制同共享嘅效益咧，係取得咧社會許可嘅關鍵步驟。有案例嘅研究顯示咧，主動嘅溝通咧可以將咧投訴率顯著咁降低，而且都可以提升咧活動咧嘅續辦可能性。關於碳足跡管理咧，其實咧就包括咗3個步驟，包括量化、減排同抵消。我哋由量化咧可以依據咧 GHG 嘅 protocol 啦，同埋 ISO 14064，當中涵蓋咗 Scope 1由主辦方咧直接嘅碳排放啦 ，Scope 2一啲購買電力嘅碳排放，以及咧 Scope 3由一啲觀眾嘅 transit 啊、供應鏈啊、物資製造等等嘅碳排放。喺實務上面咧，其實一啲觀眾啦、一啲藝人同設備嘅運輸、場館嘅能耗咧，同一啲一次性嘅物料咧，通常都係一個最大嘅項目。喺運輸咧，喺一個好多案例當中，佢嘅碳排放佔比咧都會超過40%。而我哋嘅減量策略咧，包括採用一啲高效嘅舞台照明啦，好似 LED 啊，或者一啲 smart lighting 嘅智能燈光控制等等。而場館咧採購綠電啊，提供一啲低碳嘅交通接駁，同埋綠色採購同埋物資嘅循環使用咧，都可以幫助咧呢個減排㗎。而剩低嘅碳排放，我哋應該點樣去 offset 咧？首先咧，我哋要選擇一啲高品質嘅抵換項目去進行 offset 啦。然後咧就要揾第三方做驗證，並且公開第三方驗證嘅報告咧，以去提升呢個信任度㗎。好啦，喺呢度咧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咧實務操作嘅範例。首先咧，我哋咧一個大型嘅活動啦，我哋要做一個事前嘅 baseline 測量啦，計算一個場地嘅運作，同埋估算一啲觀眾嘅 transit 所可能產生到嘅碳排放。我哋咧設定一個咧可以量化嘅減排目標，例如咧喺呢2年裏面咧活動嘅總排放咧要減少20%。亦都採用一啲可以監測嘅指標，例如咧一啲能源嘅消耗啦，每一個場次用咗幾多 kilowatt 啦，參與者平均咧 transit 嘅 distance， 同埋一啲廢棄物嘅回收率啦 percentage， 一啲咧真實案例嘅顯示咧，可以透過一啲 LED 嘅照明啦、能源管理嘅系統啦，將一個場館嘅能源消耗咧減到最低，大概咧就係20到40%左右啦。
咁咧我哋咧就可以咧設立呢啲咁嘅指標咧，去幫助自己咧去進行呢個減排嘅喎。作為一個 event organizer 咧，其實咧都要識別一啲風險啦、盲點同埋提升去治理㗎。呢啲風險包括咧一啲社會嘅反彈、一啲反對啦、一啲漂綠啊 greenwashing 嘅議題啦，甚至乎被批評咧，你所提供嘅數據計算範圍唔完整，或者採用咗一啲低品質嘅項目去做 carbon offset。要避免呢啲風險咧，我會建議採用一啲國際核算嘅標準，並且委託第三方咧去做驗證。最後咧，仲要公開咧呢啲報告，去提升呢個透明度，同埋咧要建立一個申訴同反饋嘅機制。對公眾嚟講，透明度咧同埋驗證咧係可以聲明咧，同埋可以查證抵換呢啲項目嘅清單，係建立信任度嘅關鍵嚟㗎。好啦，喺呢度咧，我都咧分享一啲建議採行嘅流程。首先就係咧一啲早期嘅溝通，同社會啦、政府啦、供應商咧進行咧一個反饋嘅機制。第二咧就係量化，呢次 THG 嘅 photo 計算 Scope 1、2、3，產出一個可以公開嘅碳排放報告。而第三就係優先減量，從能源嘅效率啦、綠電嘅採購啦、低碳嘅交通同綠色採購咧設立條款進行減排。哇，真係唔簡單啊！喺最後咧，我都想提醒大家，呢啲大型嘅娛樂活動啦，或者啲會議展覽嘅活動，其實佢除咗係一個經濟活動之外咧，佢都係社會責任嘅承諾嚟嘅喎。我哋透過科學嘅測量啦、實際嘅減量啦、一個透明度高嘅報告，同埋與持份者互動咧，呢啲都係咧協助一個大型嘅娛樂活動去做一個轉型，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活動嘅重要元素嚟㗎。而近呢幾年咧，我哋香港品質保證局亦都因應住市場嘅需求，推出咗 Event Carbon Care 嘅計劃。我哋協助一啲 event 嘅 organizer， 由設計啦、量化啦、制定減排目標，以至到後期嘅 offset 咧，我哋咧都提供一站式嘅解決方案㗎。我哋歡迎咧大家咧可以咧聯絡我哋咧了解更多相關嘅資訊㗎。多謝大家。